今日我會同大家介紹點樣喺富亨通交易系統進行到期前有效嘅特別功能訂單。設立到期前有效訂單。一般訂單只喺當日有效，而到期前有效喺設置日期內。訂單成交前或客戶取消前會持續有效。第一步，喺個股頁選擇交易。第二步，設定買入價或賣出價同交易數量等資料。第三步，喺有效期選擇到期前有效同到期日。第四步，選擇立即買入或立即賣出。確認後即成功設立訂單。取消或修改取消前有效訂單。第一步，選擇賬戶。第二步，往下拉並在相關選擇今日訂單。第三步，選擇未成立的訂單。點擊修改訂單或撤銷以進行相關操作。